理过啊吼。心意心若有成，意若有成，心就会定。真的是这句唔知咱大拄仔有听去啊？你若真正做真诚吼，你心就会定。我若想无够吼，当然3分钟热度吼袂定对啦吼。我这后壁就延伸到后壁一个课程。那么咱就来，咱先来把这个本文吼看一看。这头发荧幕有一点问题啊，会不会闪烁？荧幕会闪烁。因为咱这个大学并无讲像如你安尼吼，接长啦吼，所以讲无个另外佫有一个课，就带动读啦吼，无导读。即个落来就是由公司所负责的去看，个别去做导读安尼，互负责这个事宜。咱进啦吼，咱先来看本文，咱有哪互想讲咱做伙读一间啦吼，咱做伙读一间互先带动。对咱大家做伙读安尼吼，对互读啦吼。所谓生机义者，无自欺也，如恶臭，第一个读做恶，厌恶，讨厌，都无爱，迄叫做厌恶。第二个就是恶，有做歹就对啦吼。第二要读做臭，读做臭，恶臭，就是讲做歹的味安尼啦吼。一直臭就是说，一个味的意思，恶臭吼。如好色，第一个读做好，就是讲做介意的，叫做好色，做好的、做水的色吼。处之为自欠，这个字当然是看还是读做欠，伊的字是写欠，但是伊的意思毋是欠，伊的意思咱若查字义报告欠，减第二音啦吼，去欠，这是查字音的迄个音啦吼，这个读做欠，读做欠。再来，故君子必慎其独也。小人行以为不先，无所不至。见君子如何掩言？这个就读做掩。虽然讲写起来是讨厌的，但是都无读做掩，读做掩。掩言的掩，掩言。再来，掩而不先。伊即个音吼。第一个掩应该是含迄个大多迄个掩差一音啦吼，大多迄个是掩，这个是掩，这是第二音，掩音掩，大多迄个掩言去掩是掩音掩，所以讲这第一音看小掩而不先啦吼，这个读做掩，就是掩饰的意思，掩饰啦暗先以度其先，言之实己，如见其刚言，即可悦矣。咱今仔的迄个往前跳啦吼，处为行无中，行无外。当然，这个外有的人阮读做外啦吼，这较白音，我是讲做外。故君子必慎其独也。君子话，是福所思，是手所指，以言恶，故论恶，结论心，心讲体团。这个读做团，讲团国开篇的团，涅槃的团，迄个音啦吼，伊读做团。故君子必慎其意。这就是咱今仔要研究的这个本文，要讨论这个那么就来咱，先对字面上啦吼，来做一个解说。因为神的物件足深，咱若看中庸吼，中庸迄个神看讲偌济，咱若中庸在显吼，神对20几种到30几种，全部拢讲神，一般只有重心拢放伫咧神，可见修行的重点伫对。咱真诶人拢讲心好就好啦，较有需要去啥物求道去修行，心好就好。但是真诶人病吼，就是
无成。吼，这等下甲咱大家互相来研究。这真正有成甲无成，就天甲地呢。哦，偏偏你咧做一件代志，啊有成甲无成，成就差天甲地。哦，所以讲就来咱一句一句来研究啦吼。所谓生机义者无自欺啊，所谓生机义就是啥？无欺骗家己。哦，这个无吼，就是后尾咧有无的无意思共款。哦，无自欺。讲啊，较有可能我会欺骗我家己。哦，较有可能啦吼，咱有可能去欺骗别人，敢讲咱会欺骗家己？啊，为虾米伫遮咧讲吼，毋通欺骗家己咯？啊，当对骗咱欺骗家己，欺骗家己就是讲吼，欺骗家己的良心，安尼啦，欺骗家己的良心。哦，比如讲，哦，互我讲，互我对你做好，啊，但互我吼，对你心足分的，安尼对不对？安尼我但是互我的嘴讲吼，对咱做好安尼，啊是这种心吼，是在伊混搭安尼吼，来欺骗我家己的良心。哦，表里不一的对啦吼，哦，心口不一吼。如恶恶行，咱先对字面上的意思来做解说啦吼。这哪像啥呢？这哪像啥？哦，这咱大学真主这大学真主做的嘛吼。那么伊就讲如恶恶行，那像讲咱人，你去闻到迄臭的，你会安那厌恶？哦，这真够臭！咱若看电视最近迄个收水油迄吼，听讲迄卫生人员稽查人员去咧检查的时阵，话讲哦，伊即世人毋免闻到遐臭的就对啦。伊感觉有迄味真啊挡袂掉。每一摊迄收水油啊，啥物油啊吼，伊讲伊挡袂掉，都臭。啊，都臭伊安那，我伫边仔就捂起来，挂口罩。迄叫做哪像迄个吼，你对臭的你自然安那，它会遐臭甲安尼啦，你的表现，互人感觉就是讲吼。太遐尔臭，袂讲我闻到了，我心知影足臭，但是我表现出来讲，太遐香啦，无可能嘛。我心头来想讲太遐臭，啊结果面吼笑笑，讲我太遐香啊。安尼表示吼，你讲的和你的心吼无共就对啦。啊，咱而家咧讲心意，就是讲你的心就是想安尼，啊你讲出来也是安尼，表你的心安那，啊你表现出来自然就安那。所以如恶恶行，如好行。咱想讲你看到迄种水的物件，我这间圣堂在遮尔庄严，在遮尔水啊咧。或者你内心有迄个感受，啊，表现出来、讲出来的肢体语言就是安尼，如好行，自之为自欠，这叫做啥？自欠。所以讲这个欠就是欠你的欠，这个欠互我来查2遍吼，真正刚好，拄好2种意思。啊，所以讲有2种解说，啊2种解说拢无共。不过互我认为讲吼，这2种解说其实拢会使。啊，咱大家来互相来探讨，大家想看哪个啦吼？是毋是有迄种意思安尼？这个欠，咱伫名词内底就有出现。啊，名词内底有哪有出着欠？就是话咧写吼，伊会写左边言字旁是心，或是写心。啊，当然，遮咱是写言字旁，啊，其实伊的意就是左边是心，徛底咧迄个心里心，欠，啊欠2种解说，一种叫做满足，一种叫做不足，我2个头听到边，这个欠2个解说啦，一个叫做满足，啊，一个叫做不足，啊，所以讲因此呢，即句话就有2种解说，那一般的版本甲咱迄个大学正式。就解释就不一样。啊，互我认为讲各有意思啦，真正看用什么角度去看，拢有意思。如果咱拿以满足来讲，就是互我大多解的迄个意思啦，咱像讲，你闻到臭的，你就自然感觉迄足臭。你若闻到香的，你就感觉迄足香。你看到好，你就感觉自然，你就感迄足好。自然而然的，较自然的。所以讲，以即个解说为这个欠。就解说做满足，满足就是讲你的内心满足啊，因为我感受就是安尼啊，所以讲我讲出来就是安尼啊。啊，另外一个叫做不足，啥物叫做不足？迄就另外一种解说。如恶恶行，如何好行？如果把即个解说做自之为自欠，如果若把即个当做讲不足的话，那安尼迄个如恶恶行甲如何好行都变无好。但拄我咧解说迄个意思，就是讲，伊是正常诶，毋是好甲毋好诶问题。
当然闻着臭，你自然会感觉足臭啊。哦，你闻着香会感觉会足多香啊。哦，这环境足水，你会感这环境真啊水啊，足自然的啊，这是大家爱解说。但是如果咱若要把字恶旧甲字好势甲解说做无好诶，安尼叫做触之无足，欠这个欠就来解说做不足。哦，咱若看如恶旧，如果若讲伊，迄个咱讲中道咧论啦，中道就是讲无好无歹。啊，修行真正的境界要修到无好无歹。啊，既然若无好无歹，你闻着臭诶，甲闻着香诶，你会有不同，安尼就对啦。啊，如果我若讲闻着臭诶，讲安尼足臭，啊，我闻着香，迄是有够好，迄是会香。如果若伊安尼来讲，安尼表示不足就讲，安尼我诶心有不足，因为我搁伫咧好歹当中搁咧分辨，咱着爱拍迄个好甲歹，不管臭香，你拢爱自在，这个另外一种解说。啊，其实互我认为讲都有道理，只是互我个较用来对概念，用来甲拄啊第一句解，为虾米？因为即段内底是咧讲诚意。咱若无讲以诚意个角度来论，那么满足甲不足其实拢会解释。但是如果若徛伫诚意个角度来看，似乎就像拄啊第一句，诚意就讲，迄是对你个内心出来你表里一致叫做诚意。咱讲啊，你对人足真诚诶。表里一致啊！我的心肝确实是像安尼啊，我对你遮尔好，迄是事实的啊，因为我的心的感受就是安尼。啊，如果若讲我的心感受毋是安尼，但是我表现足好，迄是安那。人讲诶，咱今年人都讲礼貌上，现在的社会就是这样啦。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咱人甲人当中不真诚都是礼貌上，咱有看到的。安尼内底就缺少那个诚，所以讲，而且咧讲诚，就是对这个内心开始讲起。所以为什么咧讲诚意？伊咧讲啥？伊咧讲咱人意念，伊咧讲念，你念头是啥？所以就大家讲，古君子必诚其道呀，这个诚其道很重要。你整个这篇内底诚意，其实伊的重点都在伫这个诚其道，这个是一个最大的重点。啊，修行的功夫也放伫遮。会成袂成，也放伫遮，诚其道。啊，啥物叫做诚其道？道是啥？道就是道的句义，你家己知影。你道底之处，迄叫做你的内心。你的内心你家己知，当然我毋知。讲你实在咧想啥，我嘛毋知。互我咧想啥，咱嘛毋知影啦，真正啦。我伫心肝内底咧创啊咧想啥，互我对你的感受，有可能咱也毋知影。你对互我的感受，互我嘛毋知啦，因为迄是你家己的内心世界。咱大家坐伫遐。有可能目睭拢看讲台，但是你真个心想啥，我毋知影。但是你家己知影，独比之处。外口佫有你外炒，足侪人咧讲个外口佫外炒，车佫偌济，你家己有一个独比之处。即个物件静静拢伫你遐，咱家己感觉。迄就是咱家己的心。所以讲，咱咧讲迄个意，就是咧讲迄个意念，你的念头，你现在在想什么？所以圣经内底伊有安尼讲。啥叫诚其道？圣经内底有讲，你咧祷告的时